还有学泰语的手机程式 APP， 内容丰富啊，泰文、中文翻译泰文、中文翻译，内容丰富啊，还有老庄是辽国，泰文、中文翻译，好厉害啊！还有学习泰语5000短词短语内容丰富，这么多可以学。英、日语泰语都有几千，有的是句子有7000句的了。这里看到什么短语的6000的。还有了解泰国的手机 APP 然后用心设计日语动词变化活用例句，日语动词变化活用例句，怎么这么厉害能够设计这种手机程式 APP？ 还有日语例句分析日语例句分析。有没有办法中文翻成泰文？常春藤基础英文智慧2250还有彩图实境旅游日语，彩图实境旅游日语学语言的泰国英语翻译，学语言的你看。手机程式 APP 有这么多还有说文字典还有说文字典呢，注音的习字典内容丰富学习全章片，中文内容丰富，还有学广东话的。用网络去找